阿妹，总有一年，我会老人讲的，也下我太花假的，也个辛苦还有价值的。身在一片漆黑的垭口，洒下永恒真爱的火种，点亮每个需要的角落，期待被触碰。爱的诗篇，一续之恋，字句间的喜悦多甜美。爱的诗篇，幸福泉源，刻下誓言，直到永远，不熄灭。我的花，我天初的花而已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。哦。这样，你冇去小先生嗰边，你要做乜解啊？冇去就冇去了啊，冇影响的嘛。阿彩，你捌伫个啊？小先生出勤后事情做到一半，就这摕给你的。我看我了后期个秘书成绩。安朝生、陈明才，你们的成绩单。学校规定，这张必须交给你们小学校长盖章，才可以注册哦。哦，我秘书成绩涨60分。高中会看到俺秘书成绩涨60分，听说懂什么？黑某正义妹，跟勇有出场，勇敢死了，王勇敢死了，王勇敢死真好哦。是啊，对不起。安朝生，你慌张张在做什么？没有。要拿成绩单给我盖章是不是？我看后面那张就是成绩单，拿来。不是成绩单，不是。拿来。想得见。潘德生，潘德生。阿姐，你喏，你做嘟嘟的喏啊？冇啦。人讲无，你头哪当过去倒金毛啊？我唔对哦。迄面那种也有欺负人啊？人来讲，阿妹老二算是。唔系啦，阿妹，莫乱传啊！
迄俺给小题还忙下，怎会暗烦啦？佮含家写习题，唔惊本老师烦啊。哦，好啦。阮甲说啦，更农历，若阮高中正义妹，阮拢会开放啦。啊，快快啊！哎，过年98，转岁95，重岁96，秘书61。阿姐，你妹写报告没？因为分数会按大。忘爱啦。无哦，写报告才变做太难过诶，你这张6分的红用诶。你不要来做嘛个啦哈！哦，今日舞会伫我安尼撞来撞去，去跳哪还目倒？爱看医生，喊较发现你的体毛啊？呐，好你过得到呀？啊？来，要写习题的小哪伊，小童年未到哈？红用的啦，去创啥东西呢？用的啦哈，你数量按千啦哈，俺会判了。阿妹，你讲罚钱不爱读图书，假使成绩无考到70分，你会罚钱啊？这美术课分数涨61分，你大几张做的啦61分？啊？哪有可能哦？真的啦，阿妹，蒙英成图书浪费人的钱，歹势啦。哎哟，无欠啦！人家画图吼，就算考无半分哦，我也蛮用的啦。也表示嘛个，也表示你当乖啊，当阿妹的画，唔要加了个精神哦，去画图，阿妹哦，还伊欢喜咧。唔是笑啦，人高中要讲诶，讲当强啊，凊彩包包就凊袂啊，莫用憋倒咯，系无？有人会看哦，会看哦，迄个分分数的老师哦，木主哦，有事啦。你成绩单，我哪本高中证明呢？漳州的主菜啊，我唔敢哪本高中啦。哎，这老哪迄本高中册吗？不是啊，怎么了？有迄个61分，就知道当建设啊，无哪本高中啦。哎哟，佮61分有嘛甲关系？哈？喏，无去注册，做毋着读书，计要较死啊？啊？计干哪去啦？哦。阿妹，安样太唔公平的啦！用诶，你说按头计较遐，啊公平遐，好来啊来啊来啊！佮卖人吼，总会当考60分哈，我就忙到哦。记得我按车讲，阿妹，你无当爱，免无当用的啦。你看，你听到无？你还够人讲法呢，哈？你这个上款啊呐，安尼错又唔错？嘟，你也追啊，你做嘛啦？啊？好诶啦，迄写习题啦，写太好像沙滩啊。阿妹，阿妹想我人掠着，去海盐沙滩呢。哎呦，做唔得啦，今日风暗太，去沙滩粉吼，照到两木主地图吼，技术差没哦？啊？毋过，我迄3年拄好卡动行啊。有嘛较好行？加天赋，夹去操出好个啊！你莫好惊咯，啊？啊怪着个头发啦，我甲装等，对无？哦。
好教哦。你这里好教，教的时间，就是让同学杀他，你知吗？哦。阿妹，中午这学生准哦，那伊3年就要甲动强的。哎呦，吼，伊3年去要卡，那要强哦。喏，夹嘴嘛啦。老妹听水哈，听哪个哈？哦。阿酱，咱有讲哦，头先啊是在同好教呢。内底啊，毋讲一个复查，无呀，等下再过来把做下会晓啊，朋友做出来，听人动着去杀汤哦，毋看出海来着啊。哦，莫谈啦，迄不是做到，你就抵死。我早毋讲去咧，去按鬼又按气。老阿伯，我的阿伯拄在抹啥？这其实落去老阿爸，老阿伯，嘿啊，今年当鬼哦，迄不是做到个呢，创一条歌飞去谈，佮就会天堂的呢。唔会镜头？该伊哪一条啊？哦，出来干哪？3年初一，去汤头遐说过啊，出来去常常唔看天堂哦，遐人啊，就做得夹夹走啊。真的哦？真的啊，俺无骗你哦。唔着去洋沙滩，种青好够用的，安尼当上的人也就去欢喜。哎呦，做唔得啦，你暗行暗，甲骗人暗命命，你1、3年啊，要吓死啦。嘿妹，咋个讲？阿妹妹唔兴趣啊，哪会乖乖伫屋下啦？好啦好啦好啦，留掠这东西拿去做下。哦。鸟的呢？就露出的啦。哎呦，伊只露出来就强到按钮，很想听下着去念杀他。俺老人讲啊，甲骗啊，唔但只有露出哦，还有沙狗哦，还有鬼哦。还在更加努力，开创梦想公园的胜利。爱的诗篇，一续纪念。鸟的呢？就露出的啦。哎呦，伊只露出来就强到按钮，很想听下着去念杀他。俺老人讲啊，甲骗啊，唔但只有露出哦，还有沙狗哦，还有鬼哦。有鬼的。真的哦？真的哦。阿鸟的，莫闹啦，啊，这问下动呢？要喊到都冇蛋呢。难怪鸟老妈要笑你哦，一打漏水听听呢。阿草，你讲乜解啊？俺个小伢也无蛋，我就阿都不死咧。你下连伊这个小伢，什么个朋友啊？笑是笑嘛，而且还有漏水呢。你唔强哦？你是的，我惊乜解？啊，那呀，伊都遐的，去甲你母家动强啊，你唔是，出吃都乖乖。按钮哦，俺哋做得希望好啊，有几零，算了啦，你要到就开车啊。迄个哦，听啊，做这人也没讲，把你验沙滩个时间吞来落去啊。做唔得就做唔得咩？讲几多遍咩强样啦？阿六，阿娘诶，该叫倒啊！阿妹，好啦，本来天啦。讲吵呢，做唔得啦。本来天啊，人就去验沙滩呢。很色彩哦，我讲几多遍啊？你冇做做咩都安尼啊？好啦，妹。好会啦，凉茶个夹倒的啦。
我母猪就好了啊，不爱甜啦，老家就看去啦。哎呦，改变的阿绵绵，我有鬼在呀！较差唔多地位啦。明日阿将讲过，还安尼调试下去。就算有鬼，我妹唔惊啦。阿妹，阿将上去就不能冲下去啊！俺要按印度，就做点眼看到个沙滩啊！阿妹，俺个唔好啦。阿将拄个表唔熟，还不能做到，俺用加晒。唔会啦，哥，我要下生意，唔会帮你聊发现到啦。错啊，俺真是不阿将冲下去哦。阿将，错啊。好啦好啦。哎，好啦，可以。真的哦。嘿啦。阿妞诶，我老公讲哦，无本沙滩份这都两无做地包以后哈。看他生意对位啦。好啦。来。连同杯终结，较掂地位啦。今年唔伫安迪做菜啦。哦，爱啲啦。开始赢嘛，啊，对嘛？阿酱呢？你呢？阿妹，今仔会比菜。我还莫落药一谈，冇人先做药的啦。我老牙掉，叫俺盐沙滩。还有呢。现在阿菜唔是讲啦，你又返来呢？来谈讲你儿盐沙滩，总统清后讲，来就少来啦。阿爸妹，来去顾阿舅，唔是少啦。较掂啦。快点呀！干嘛噶？阿菜，迄个做地老爷下看到街，全部发下来，已经动赞。拜托，马甲世界英雄发图，来去该片看有马甲神奇的，行啦。开始了，下面表跑。三民主义无党所中。站长，表跑。阿酱，实在哟，我不骗死了，专门买到空台帮啦，啊，冇落药了。阿妹，卡卡掉呀！阿妹，你用了吗？唔关系，给，安上来，啊。阿妹，阿妹生意哦！阿姨，阿妹，给主持怎么弄啊？阿姨，哎呦，很痛！阿妹，
安尼哦，好诶啦，莫叫诶啦。还要强咩？除非你给我抬落摸了呀。好啦，唔使惊啦。阿妹用公安叫，还蛮讲出来。唔用我滴，阿妹其实讲，行我说讲你当我讲啊，那就基本就讲嘞。做你啦，阿妹为了叫你，去面顾一个走，怎会按样啦？阿妹记讲出来啦。哎呦，惊死咯！爷妹仔头呀，去王爱叫，还会先出来哦。也天啊吼，哎呦，搁有经验要散步，也有法度啊吼。干事啊，剩迄地要甲王爱放出来啦。偏偏迄个时候，硬搞伊请来散步又倒惊含钱柜，气死人哦！阿妹迄叫唔出来，我用干啥？我用干啥啦？伊？希望爷妹仔管啊吼，同个生意来顾会得啦。感冒啊吼，怕会，唉。阿酱啊，也咪讲吼，那边同志因为地开啊，要翻去求睇。阿咪要翻去講。吹過交代後事的呀。你寫好落來我記下來，記下來。從頭到尾，我是叫，從我遵守。130條，100公下得160條。阿妹，咁你乜解啊？呀吼，迄阿妹忙输咗來的錢，所以阿妹哦，迄先照退，那老娘怕講，有的錢我聽到我都要痛。哎呦，驚死咯！阿妹呀，賣世界嘞，還講要到做買咯。我工作的，係我以前做的，遐個睡不着的身麻煩。唔會啦，阿妹，你做唔得安用啦，安遠的啦，阿妹。什麼女公子哦，天生天養的啦，啊，故意的也管哦，就18年過唔得咯，就趕出來抽槍，真係清爽氣。阿妹，其實你堅強呢，那我都說哈。那拜哦，怎會出得去？阿妹，哦，阿妹，哦，阿妹，阿妹啊！還在更加努力，開創夢想共遠嘅。爱的诗篇，一世之戀。阿妹，天哪，你堅強呢，姐，那所有我都說哈，哎，那拜哦，怎會出得去？阿妹，哦，阿妹，哦。阿妹啊！哎呀！
不阿娘娘，你医生你唔惊嘿？姐，你说要走了，走嘛该？那几个阿婆懂我呢？阿公跟阿妹喏，听说你为着急啊？哦，你一定好忙忙去听从啊！跳跳啊，阿姐，那知道人家哈，还幸福到你这里呢。阿妹那按钮，我一边都要赶正做的啦。哎，高低给嘞，跳跳，阿妹有丢嘞。高，你这样跳出来呢，惊没呢？我帮你躲啊，这样阿婆算做一张工啊。真有。阿婆，不错哦。阿婆，你穿好哦，买到要送龙家哦。ông hai, ấy Nico, thì nhắn Nico đây, anh đừng sao, 呀，啊，你下礼拜没有考好哎？你去成绩单有拿本告状证明的嘛？啊？很忙呢，还忙哦。更唔是注册冇读书的哈。难住，阿妹，阿爸在呢，阿爸在看你呢，阿妹，姜的啊？妹啊，真好呢！我家下迎入庄头，规庄的原主人也恭喜呢。伊嘛有挑嘛，你要挑伊摆做阿爸。你就做阿哥了。对啊，阿爸，去哪嘞？唔嘛做姐姐呀。好啦好啦，你用下注意，注意。哦。喏，两包讲哈。很用哎，你这个做嘛干？唔很用啦。他还用我鸟哎。鸟诶，啊，基人会讲啦，伊讲吼，隔壁庄方遇到医生啊，甲本样哦叫唔得，想要人会分伊走啊。啊，你让我做人哦，我唔肯啦。更是做得本事说较好，考较好呀。嗯？生年做人，听到自家阿爸阿妹身好，让我嘛较好啊。嘿呐，迄家爸哦是无得顺的哦，哈，好啊，按住落土啊，鸟喏，我做代志啊，当伊天天爱做田色啊，安尼所以都难袂伫度，吼，伊头也塞安尼，伊无伊只阿爸，我天天来照顾，是吃到安尼要较好呀。哎呀，2年啊，书生也唔好，啊，通讲哦，也念不口个有英文，也头路稳也唔稳，安尼唔对。都几好，会过较好啦，但是无才调啦，我真无钱嘞。那我当盘的嘿哦。傻的啦，我生也不会念。好冇，好冇啦。
年辛苦，咱救助来个呢，你有做得双赢哦。啊，阿姐，唔看钱，加个想办法啦。想办法？想办法。还有艰辛哦，那所以第一呢，遐个王爱好命啊，你有个机会陪伊神做么嘢啦？安尼听听记得咯。所以上茶的时候啊吼，千万那莫点莫做哦，感冒啊吼，好事会变坏事哦。阿弟啦，生日做弟弟都，我去拿。哦好。孙女啊，生日唔见得你啦，阿咪啦，哎呦，生日唔见得你啦，孙女，用我安尼咯，阿咪啦，啊，万一我拿唔去咯，万一我点咯？还有艰辛哦，我讲喺度，赶嚟来请啦。姐，我要老咪空定奶啊！我咪唔知啊，是那个男就怎讲啊？姐，你上到忙啦，我当去呢，我老咪空定奶嘞。还上到嘞？你阿夫君有见了的啊？你做得啦，阿咪，不用提个啊。好啊，哥哥。哟，阿姐，用个啥？阿咪直接叫的啦。我咪唔知啊。啊，你讲个讲了，好行一句。会多的啦，我行解一下。有看到阿妹吗？冇。你有看到妈人那等阿妹吗？啊呢？哎，阿姐，你用地点有一件公粮呢。除非老同学甲空年前的时节，请到解啊。哦。咦，莫叫啦，乖乖，莫叫。好唔該啊，日向我啊。哦，你應叫係咪妒忌的啊？妒忌的，我咪唔知啊。有是呢嘛？唔過，我有無呢好本其實。冇呢咯。會啦，冇叫佢啦，乖。阿用說唔得啦，阿咪的毛奶水好啉，叫我咬死嘅。非法，兩個咩地啊？祝賀你啦，上個嘛該拍啦，講啦，明哪唔出來？唔看啦，你係毛奶水好啉的啦。是啊，真戇過。你講咪講哦，你阿無你這個想辦法啊？好啊，我這個想咩？哼，叫做太在痛。你叫做嘛？是啊，這樣。叫做嘛？太在痛。你才太在痛誒！是啊，這樣講吧，韓國。我講你啦。
创梦想公园的森林。爱的诗篇，一世之恋。做遐硬啦，上你嘛该拍法，讲我都还没认出来。你看啦，你还忙在最后里面啦。是啊，真太憨过。你讲来讲哦，你也无你这个想办法啦。好啊，我这甲想咩？哼，叫做嘛，太热痛。你叫做嘛？是啊，这。叫做嘛，太热痛。你在太热痛嘞？是啊，这讲法，韩国。我骂你啦。刘先生。叫我本计是第二岁，让伊下就会闹起来。阿小仔，你把生年带出来了，唔过，用吧。唔盼得落尾送你啦，这样疯狂。但系呢，求求落生年难做，就会唔错。有上过无？那无上按多啊，晚上上到落暗暝的空气来，某本暗暝记着침倒，按我暗暝的，就唔是送本人的啊。赢着兄弟姊妹嘅感情，就唔盼得了，何况去做人妖的个。记着啊，新冠地拄啊，听说伊赢着啊，还较痛苦，还较唔盼得了。迄个唔免为到了生日的好，伊就是唔会按用做嘅啦。了今年你的就唔好好咩，做人嘅妖的是冇按过的，你就忙太，请多这个事情就会唔对，安排就会对的啦。该忙弄干啥？上司啊，之前我做的印象嘅下，你冇一定嘅快啲啦。伊俩连续做做忙，终究啦，那个男专业可能用的，再我讲好冇？哦。乖，忙耐做钱，我走到哪去啦？秋花啊，你用的哦，实在太古早啦，这木拢会转来哦，迄转来吼，看会娘的老去搞来。好啦好啦，莫客的啦。根本吼，咱人派出所的天数好的啦。嘿啦嘿啦。班级长派的来。肖老师哦。我老娘夫卡给生年秃头转来。还有谁？你来啊！阿姐。用的啊，哪来当的啊？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拖面的男的，小心啊！好，大啦，生日的转来做好的咩？好啦。嘿啦，做来就好的嘛。记得哦，就唔盼得落尾送你咩？嘿，咩肖老师哦，老娘的讲法吼，我根本盼不了的死啦。好的啦，咱今通做行来吼，你看副会餐安排咧喝茶啦，啊先到红爱吼，送到你成个高兴心啦，咁无吼，你唔定还会再发生咩事情哦。但是生意忙生的呢，唔怕啦，茶好味就好诶，咱今日出发啦。肖老师排泄哦，俺冇害，韩英一张鸟卡摆放啦。好。娘啊，你离开一点啦，带了够着了，莫乱走。对啦，好。会啦，没事啦，你去啦。看一下，阿明诶，许多人咧木卡时要乖哦，哦。好啦，真是服唔到的啦。你要到路旁那个生意啊。对啦。
啦。东顶银行，东顶银行啦！啊！好舒爽哦。另外台上超多边缘有人感错。邵先生，你本来拜托一下呐，因为发出来你上来喊着的嘛。看这个熊样多么样？嗯，这就拿去发下来呀。迄讲看到嘛该，想到嘛该，念书要留去发下，对嘛？你看，遐风景啊，春夏秋冬全就无共样。不过啊，迄讲因做得留去发下来啊，这几种永久就做得本人看得到。先生，你知道爱发该图好看吗？你这个知道啦？那唔知耶。唔知，这爱用要地呢？你是先生啊？我都先生，马该就地啦。对啦，来同人讲，你遐含迄学生诶，天天的咯，莫急。先生搞马该，你就好马该。阿小生，你有冇来参加美术班？先生唔知啦。不过先生同唔讲，唔看，你也几笔啦，看起来都唔强啊。不过，迄讲无清太嘅决心又坚持，你可以徛住啊，你徛唔住啊。我看到你啦。为到伢落妹啊，跟老师他人伢个，伢个胆一差哦，那样最好啦。阿爸呀，不管遇到哪个事情，就用俺个精神，哪个事情就会勇敢去面对它，对吗？哦，我知嘞，先生按自说，更爱先转哦。我做么敢唔敢问先生？我秘书成绩强度是1分听。不过先生讲嘅冇错啊，我係學生呢，唔是去家老去家打分數。我有勇氣救阿妹，有勇氣留阿妹嘅抗起來，該我就應該有勇氣去面對去家嘅62分啊。早上。校长好。好。什么事？这是我成绩单。好，我看看。你们美术老师是谁？肖如松老师。肖如松。你遇到一位好老师哦，继续加油。校长相信你的能力。谢谢校长。喂，你爹阿春的阿老公无透露的事情无？唔知啊，你晚的呢？哎呦，惊死哦！阿秋啊吼，佮政府咩为到完整那个退役的阿兵哥啦，啊，佮所有的机关地摆吼，佮人事就有变通啊。是啦。做嘛啦？阿春的阿老公吼，无同孙的高相同呢，伊个人物口吼是透露做电视讲的啦。
建议咧吼，唐讲接到一封对安尼人物曲记录的公文，还像无头路的呢。孙的个毋伫运用的无？哎呦，阿妹，咪甲拄到送信给阿嫂，伊讲你迄人物曲的公文，讲要分摊银张做地啊。哈？人物曲？看见世上滚滚嘅浪花，最闪亮嘅真情，化作喜怒哀樂春夏秋冬。你看那天大天高幾深情。梦想共永嘅事。